青年旅遊新一派泰國 Go Go Go！ 好多人都以為咧泰國只有水上活動，其實喺陸上邊咧都有好多好玩嘅玩意㗎。距離芭提雅大約30分鐘車程嘅呢個地方，就提供咗另類嘅玩意俾大家選擇啦。嗱，大家先戴上合 size 嘅頭盔，然後行到呢個馬場就可以開始學習騎馬㗎啦。整親整乜啊？我樣專唔專業啊？雖然上馬咧就上得論盡咗啲，不過都總算上到啊！咁就要開始學行㗎啦。先喺馬場裏邊行一個圈，熟習一下，然後咧就可以行出外面欣賞下大自然嘅景色啦。咦，個個都好似騎得有板有眼，唔錯喎！行咗30分鐘。係時候都要翻去唞一唞啦，唔知大家對自己嘅表現有咩評價呢？而家冇咁驚啦，行咗成個圈啦。咁會唔會再繼續騎落去啊？我唔會啦，我驚佢會跑啊，揀帶我去。呢隻咧好明顯係一級馬嚟嘅，睇下佢啲模式係嘛？咁咧頭先我哋剛才有萬馬奔騰嘅感覺嘅，咁就好有爆炸力呢隻馬，咁就主要都係跑2200左右啦嚇。咁就今日嘅地都幾乾爽一下。騎師方面咧，就今日都精神都幾好，不過早咗少少起身，咁但係都 OK 嘅。係啊，我騎咗呢隻白馬就做咗白馬王子啦。哇！呢隻馬好乖啊，好中意佢啊。其實呢度除咗一間馬術學校之外咧，仲有一間度假式嘅酒店。酒店以葡萄牙式建築為主，裏面嘅設計非常嘅簡約。套房有客廳，同埋一張好舒適嘅雙人床，仲有廚房添。而房嘅後門呢，仲可以通到馬場，方便大家去學騎馬啊嘛。由於呢間酒店嘅老闆好中意騎馬，仲曾經參加過亞運會，所以就開呢間酒店，讓更多人可以學習騎馬。而佢自己呢，都有個地方可以以馬會友，